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4月25号礼拜三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瑞政处专门科包括新营、下营、甲麻豆等区域的道路建设，议员台门县上午总质询拢一捆头压出来。议员表示，其中真侪道路甚至明显碰起来有危险性，要求市府一定要优先改善。位伫下营的区道南69线当中的火烧主桥正进行新建工程，原本预计今年4月完工，不过因为发现已属500当前文化遗址，所以南边引道部分工程停工。对此，议员进一步表示，北边引道部分因为护栏挡着路路，所以重机具根本无法度落去，让地主相当困扰。另外，就是南63线道路延伸到麻豆，以及安溪派出所进前的道路拢碰起来，对沿路人真有危险性。所以，上午议员已向工务局请命。拢重机械哦，电条都甲裁安尼啦吼，搁迄个护栏吼，拄仔甲砸安尼啦。迄护栏已经北边甲有磕歹啊啦，迄重机械磕安尼重机械有哪故障啦吼。我是讲后摆吼，若像即款咧设计啦吼，拜托即个爱拖较开咧啦，无这重机械落磕拢歹啦。哦，这已经遐就是拢农地嘛，要落去种植吼，袂当落啦。哦，这嘛需要讲哦，此后要做。即个爱拓宽哦，好。咱下营吼，就真长啊，所以咱就做2期啊。麻豆部分啊，阮会阁继续来看，阁来做处理啦吼。因为事实伊嘛一条重要道路，路边也无偌好，阮会阁继续来做看。至于即个有危险性的吼，像打咧讲高速公路即个所在啦，吼，还有安个派出所这吼，这危险性，阮会先处理。另外，议员会长嘛讲到，专门区真侪土地无法度分割，旧厝无法度卡掉，只当向外面去，结果却被市府开罚单，需要求市府用政策公告指定时停，予持有人分割，避免阻碍地方发展。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这算议员多数人嘛持续争取林地规定的治水甲道路建设，其中包括1亿外万大桥改善工程，以及林地文山路甲桂林凯旋路的路边专案，希望积极为民众安全来把关。议员伫总质询当中，以林地文山路农业的风态，只有梅雨季节地经中大水画面，向市府凸显当地治水的迫切。议员表示，经过了解，原因就是甲东区好尾了中卫区的高度有真大落差，加上已经无地防池，恐惊问题会愈来愈大，所以要求水利局参照道路北平面已经完工效果，南平面嘛同款来做好改善的规划。7公尺的悬度到林地700，这个落差遮尔大。过去伫咱迄个病院的边仔是有一窟真深的池仔，遐的水先爬过，了较慢慢啊流来。即摆迄个池仔遐人土地买去，土吞起来，一下子就这样了。市长即阵足关心，甲后尾寮分做北平、南平两个系统。北平做好啊嘛。北平会做好，即南平这吼。咱标几啊遍标袂出，但是伫顶个月已经标出啊，标出3000几万标出，阮进会参迄个包厢这边参迄个设计顾问公司赶紧参地方遮做一寡施工前一寡沟通看因的意见是安怎，阮尽量甲大家这意见这说议员则关心林地通往市区的重要道路凯旋路，以及原本南点要刷到林地，一定要经过胜利路等重要路段。纷纷要求市府以路边专案来解决现况坎坎坷坷的情形。议员强调，路逐工民众拢爱行，感受上深，希望工务局克服现况，点加用料不足的困难，赶紧施工。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
台南火车头周边交通混乱，加上客运的载客量大，互咱的门面客家乱糟糟。对此，市府向交通部争取伫并配厂开1亿2000万兴建台南转运站。对此，议员柯志春上午质询表示，地方拢乐观其成，不过强调一定要整合附近的生活圈，除了高级的保存外化，庞大的停车需求更是地方关心的焦点。面对伫北区并配厂所要兴建的转运站，日前因为实在问题暂停施工，贸议员柯志春进一步关心该项重大建设。议员强调，转运站除了要因应未来铁路地化工程动工，火车站周边上下班的车流量以外，一定要完整结合台南公园以及321项宿舍高级元素来设计活化，同时兼顾庞大的停车需求，来提早营运规划。那公园绿地的话，是不是以后我们是一个转运站过渡时期？我希望能够提早规划了哈。早规划，甚至绿地你有硬体的建蔽比例，甚至当这个停车问题，甚至讲绿地停车场，咱甚至起硬体委托民间经营，吼，这种想法。嗰种想法就是讲，一部分，咱遐部分，咱若是转运站进行中，以后。成型了，这个门面，甚至迄个所在，坎坎坷坷无平，是毋是会当做初期的做一个规划？安那甲咧环境建立较好，甚至有这个构想无啊？这边算是一个台南市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那解决这边的停车问题，那么公园这边是可以做地下化的停车场了，我们这个会来评估。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有一个状况，因为它原来有很多历史的遗址。根据了解，转运站基地面积2公顷外，工程总经费超过1亿2000万，已经预定伫明年3月底完工启用。为了提升台南市的公共运输甲转运接驳环境，和市民拢相当期待。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关系海边以来，客家人口流失加上边缘化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心。甚至这2冬来，东区的人口嘛减少，引起议员伫总质询批判。对此，民政局特别召开记者会，强调要用实在数据，让民众了解真实的状况，希望市民对台南的发展有信心。自关系下边以来，客北地区的人口一直拢是负成长。引起各界的关心，甚至是东区的人口数对99年的19万人到106年的18万人，嘛，互东区的议员拢非常关心。虽然民政局长嘛常常伫议会做出回应，但是为了互民众更加了解，民政局嘛选伫25号下午召开记者会，由局长亲自利用数据向民众说明。西北地区的人口是我刚刚特别讲，从60年开始就不断的急剧下滑。减少的速度最快的时候在85年左右哦。那合并升格的这个之后呢，反而将西北地区的人口来做减缓。那我们从几个面向来看，我们包括观光业或是各区的特色的发展，反而都让大家有信心哈，所以要特别来做说明。那东区的部分呢，事实上它的人口并没有减少哈。我们从几个，第一个出生的人口一直都远高于这个死亡的人口。那迁出的部分呢？虽然有一些迁出，但是我们从迁入的部分，在20岁以上，反而是正成长。迁入的部分，那迁出的最高的部分是在7岁到15岁，7岁到15岁的占了8000多人。那这是什么？7岁到15岁都是学龄儿童哈，所以证明这个在12年国教之后因为台南市主张多元入学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让我们可以教学正常化。所以不再迷信这些明星的学校哈，所以过去大家都很清楚很多区的这个学子都迁往东区来，那反而现在呢这些都迁出了哈，所以我们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那从这些数字综合下来之后东区不止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所以我们要对东区长期以来的发展都要有信心。局长嘛呼吁市民要对大台南的发展有信心。市府嘛会持续为大台南的建设努力。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咱台南的办公室分3档起，并且向前对诉问题，议会国民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不但要要求市府停止起税，
而且各位推行进前加缴的税。据说因要参会担市长参选人但主席嘛签下承诺，表达支持。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罗坤福、市员王家珍、蔡玉辉、洪玉峰、蔡淑辉、林彦竹甲李宗成议员共同伫咧记者会当中指出，台南市连续3档强起房屋税，并追溯15年，引发济民怨。这届因再次批评，并希望市政府爱改正，并针对着房屋税加收的部分退钱给民众。我希望讲吼，执政党的执政党的那个市长吼，可是较早赖清德，你要承认错误。那我们也欢迎吼，现在的所有的市长候选人都一起向民众承诺。那我想外面呢，这个社会也有了许多公益团体。针对台南市的房屋税问题，也给了我们很多更专业的一些答案。譬如说，我们就听到会计师在说，这个是确确实实违法违宪的追溯不当追溯。我在民国90年7月1号买的旧房子，居然在15年之后，台南市政府的房屋税要涨我54%的房屋税。而且连续3年54、65到81%，我想这样的一个不公不义的税收，我们在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里面的函也看得到。因为去年房屋税的增加54%，台南市政府房屋税的部分增加了12亿。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子敬也与会参与着这届记者会，伊签署着退税承诺书。并呼吁目前所有台南市的市长参选人，对着房屋税爱如何处理，应该爱表态。这么重大的事情也没有经过议会充分来讨论，没有议会充分这么重大的公共政策了哈。我想当时的市政府应该是仗着说我们议会民进党的这个人数议员的人数过半数嘛所以现在包括。中央也是民进党在执政，以至于造成一党独大就为所欲为。议会国民党团也表示，只要台南市政府无要改变房屋税政策，因就会持续抗议甲监督，一定甲台南市民徛公平。括号，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先向这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因为最近进口蒜头用俗的竞争，造成国内蒜头的价格崩盘。25号上午，东区议员参选人陈昌辉特别选伫母亲节进前，并回来发送本土蒜头给乡亲，并邀请总铺师到伫现场料理煮食，场面相当热烈温馨。即马是蒜头大出的季节，但因为进口蒜头价格上竞争，互国内蒜头的价格崩盘落来。为着要救本土蒜农的生理，财团法人上天妈祖宗教基金会甲台南东区市员参选人陈昌辉做伙采购1000公斤的蒜头，要来分送给台南的乡亲，并且邀请总铺师苏家进教导蒜头的料理，互现场的民众拢会当来品尝。一方面会当救本土的蒜农，另外一方面嘛会当提早庆祝母亲节。最近啊吼。这个蒜头的这个季节啊，已经到啊！咱台湾的即马这个蒜头呢，哇，产量相当的多啦！啊，相当多了
造成着咱的这个蒜头的这个计数都崩盘啦。啊，崩盘了后呢，真侪人拢有心想要做，但是毋知要安怎做。啊，即次咱所有这分林的这蒜头呢，是由咱上天妈祖宗教基金会咱的帮董事长去甲伊包1000斤的这个蒜头。伫咱遮呢要来发250斤啦啊，当然大家呢感觉讲奇怪，蒜头都毋知要安料理，可能甲它配菜尔。所以咱即次阮聘请着咱即个家政师家政师呢，伊是安尼免费甲聘请，伊听到即个活动了后呢，相当讲有意义，所以伊希望呢做一寡即个蒜头的料理啦要来互大家呢来了解讲即个蒜头到底是安怎做会当呢来煮一道足美丽足香的即个料理呢，来互妈妈食来庆祝着咱即次即个母亲节啦陈昌辉也表示，本土蒜头计数崩盘落来，不只是主要产地分林受到影响而已，台南的客家7股一带蒜农也受到影响，因此呼吁各人家己的农产品爱家己救。民众选买农产品的时阵，爱多多采购品质好、计数赞的本土农产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农会甲议员政务组共同办理的农特产特别会，这礼拜六将伫议会头前的广场举行，现场有规划超过30个优质的单位甲音乐表演。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做伙来参加，嘛共同行销台南的农特产品。2018眉飞色舞寻仙记的活动，28号、29号2天将伫咧议会头前来登场。现场邀请到4个地区农会联合青年农民甲家毕业者现场摆摊，做伙推广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为着要将这份好康介绍给更侪人知影，主办单位台南地区农会甲市员政育组共同召开着记者会，邀请市民朋友到阵来参加。这个拜六礼拜活动古早人拢定讲过喝咖啡聊是非，但是咱今仔这个活动，我们真的是纯喝咖啡，咱无爱聊是非，咱是要安怎来带动咱的农产品，尤其有一寡加工性的产品安怎来做一个促销转销尤其咱即马有足侪咱的新农人因有诶去感受到因的是大人年迈了。有诶爸爸妈妈身体嘛较无法度所以家己若有农地，有诶甚至是大人若无做，拢囥伫遐拍远，非常诶毋甘。所以有诶家饲来工课辞掉，转来家己诶故乡爱即个土地，听即个土地，来好好来家做耕作。所以咱有一寡新农人嘛有因诶新诶思维，甲新诶耕作方式所以咱嘛希望借着即个平台来甲因所生产的这个农产品，安怎来甲因做一个促销。除了有优质的农产品当买，现场也邀请到音乐团体表演，也有铜板特卖会，邀请市民朋友伫咧这个周末假期下晡4点到8点，做伙来议会头前佚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小解客家的民俗信仰，现在带观众朋友做伙了解客家的守护神三山国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琪。小邓老师，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有好多的观众朋友都觉得，在我们台南可以学习到客家好多相关文化，感到非常难得。我要和观众朋友们说，大家同时在 YouTube 呢，也可以搜寻到我们这节目单元哦。是呀，观天视就会打。好好自家天师后院，出错在数看得到哦。你正经来当什么？你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委托你来直播客家相关的文化，为你台南地区的朋友，甚至到全国的朋友来认识客家文化，学习客家文化。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单元呢？
呢个节目啊，从今年1月3号开播到了哈，介绍过客家美食啦、客家音乐、客家语言、客家民俗信仰等等。原本日嘅单元，我想除了安排客家嘅民俗信仰三山国王。哦，三山国王，哎，在我们台南就有。小青主播哈，食材当香哦，讲头就第二呀，冇错。原本日我嚟介绍客家嘅民俗信仰三山国王，在你台南市华北区lin营国小对面，就有一间三山国王庙哦。哎，三山国王和客家人好像有渊源呢。所以你台湾啊，三山国王佢唔係輕重要嘅神子，就算喺從客家人嘅心目當中呢，也個 TV 和老了嘅三觀太體比唔得咯。不過只有三山國王嘅傳說開始呢，也三山國王就扮演守護神嘅角色。大部分嘅客家人開見過，也係講有帶過嘅素材，都會看到佢有三山國王廟。哦，原來是這樣哦。有一句話講啊，有客家人嘅地方就有三山國王廟，有三山國王廟嘅素材，未必然有客家人。哎，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三山國王廟。哎，有三山國王廟的地方，又未必有客家人。小鄧老師這句話有些矛盾哎。早期啊，有的客家人隨着移民潮遷徙到你台灣來，呢啲客家人所有落腳嘅所在，就會去呢個三山國王廟來服侍做守護神。差唔多呢，歸台灣至少有8個人間，除到客數嘅面試以外呢，就係沿你宜蘭縣內三山國王廟最多，總共有26間。從呢位呢，就做得證明，宜蘭呢個縣市啊，有不少嘅客家人是從呢位落腳開墾過哦。不過啊，從呢個時間嘅風流之下，客家人就漸漸嘅沒落冇重要。還冇按到嘅客家人咧。哎，小鄧老師，這三山國王的故事傳說又是怎麼樣呢？呀，三山國王嘅傳說啦，有當多種講法咯。有一種嘅講法啦，係講啊，佢三山呢元旦係結拜嘅兄弟，佢哋全部都係廣東嘅潮州人。他又係從南宋末年啊，當時啊天下大亂，馬奶都係搶人啊、刺人啊。就係講係時局非常嘅亂啊，朝廷也無法出來評論，也結拜三兄弟呢唔判得，也唔判得呢，就是捨不得，不忍心看到呢條鄉民呢本強拖強搶，也係講來慈禧。就組織呢個民兵起來抗爭，最後啊總算來平亂，呢個三個結拜兄弟呢也算係功成身退。朝廷為咗感恩佢哋嘅功績，就冊封佢三山呢作為王爺。過後呢，呢三位王爺過身了後，又數到肉體嘅冊封為三山國王，分派來總共。廣東幾樣縣阿婆市嘅名山、福山、老金山，來遷到呢三山地方守護神嘅指引。哇，聽起來這個傳說好感人哦！除了你家下講嘅傳說呢，三山國王嘅傳說故事，有人講啊，發生在唐朝、南北朝、北宋等等無窮樣嘅朝代，不過呢，還係以南宋末年流傳最多。呢些人出來，呢客家人為咗產品年年嘅變呢來對殺，紛紛來撇其到一動三氣有動態嘅關係。南宋末年嘅變遷之際，所謂變遷之際，就係講啊，變亂時節啦。本波受到不一地意啊，要多嘅客家人呢，就遷徙到美西啦，韓國廣東嘅山區，為咗安全啊，佢哋唔單槍，一山為強不成，一年為強不滅，更加係以客為家。等嗰等兩個長江以後嘅日咧，以史書傳家作為兩個家訓。遠遠離開到兩個朝廷，來離開政治，故所以佢哋持續一個動態動貼嘅客家嘅民俗。三山國王呢，也係從嗰時節變成客家人嘅守護神。
讲定啊！你好好自家天时好运，根本你就讲到了咯。你下越来你观众朋友讲涨来了哦，涨来了，涨来了。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地将准好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9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顺风7级。感谢收看4月25日中间台电新闻，咱再会。